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是南投国姓乡的大石村，严重来走山，道路崩起，点啊加路甲一大片的土石拢淹落溪底，现出着80公尺深的山坎。毋但有30户人家无才调出入，搁来断水断电，袂输是一座的孤岛同款。在地乡亲讲，这条路当年87水灾嘛断过一届，想袂到62冬后的8月初7，搁来断一届。这种的巧合，互人想到会起鸡母皮，也毋过好你家在，无人伤亡。空翕镜头翕到2条路相接的所在，规个拢崩起，80公尺深的山坎看现，规条路拢崩起，对土石落落溪流当中。天刚亮了，砰一声呢，那个电筒爆炸。附近的民众听到声音走出来看，平常时咧行的路竟然断去，直接消失。电条都拢砸落下底去啊！这条是南投国姓乡大石川村民出入的路，路崩去有30户民众拢掉伫庄仔头内底。足无方便的，规个路拢断去啊，爱踅啊，较远啊。而且路崩去的时，电话条啊嘛对咧落落溪底，电线和山泉水的水管拢断去，庄仔头内底无水嘛无电。无电啊！电火袂光，敢若使靠手电啊，无水嘛袂用伫，村长赶紧找师傅来重接水管。87水灾迄阵也有关系啦，规路拢放真害啊，迄边拢放真害啊。村长讲，这条路伫87水灾的时阵嘛捌断过一摆，想袂到过62年，共款伫8月初7崩起，这呢拄好，互村民感觉真惊吓。毋过好佳在崩起的时阵无造成伤亡，台电嘛赶紧派人来抢修，要来帮助村民恢复电力。后来乡亲。